今日試下 real time 拉胚，center 我已經 skip 咗㗎啦，快快開窿，開埋個底。第一次拉直，上邊仲有啲口，拉多下先。準備拉第二次。有冇見到俾我擠咗嚿肥豬肉出嚟呢？如果見到嚿豬肉，就即係話你夾緊啲泥上去啦。第三次拉直，有啲傳統嘅老師會要求學生喺3下入邊就要拉到一部平均嘅長身。因為拉得次數越多，就用得越多水，嚿泥越容易淋，就越難拉得高。同埋如果高度係有返咁上下，會慣咗喺中間斷一斷氣先，再直接用手指拉。因為上邊嘅部分已經係比較薄，我驚再用海綿呢會太大力。今日去到呢度先，下次再掃影。